大家好，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礼拜做伙来关心台湾艺术。过去咱所接触到的，大多数是西洋艺术、中国艺术，却无属于咱家己的台湾艺术史。这几冬，政府参民间积极推动重建台湾艺术史，其中陈澄波基金会2018年开始进行名单之后的书写计划。整理1927年到1936年举办的台府典资料，为后代子孙史料等等的线索，找出更较侪当时作家甲作品的故事。台湾的艺术发展历史有一段罕见的过去。陈澄波基金会为2018年开始进行名单之后的书写计划，针对参加过台湾美术展览会以及后来总统府美术展览会的艺术家做调查。拢总16档内底，住伫台湾的画家，当然也有日本人啦。入选的画家拢总635人，入选的作品有2080件，美术馆所有的收藏才93件。但是，阮对3年前开始研究找找这些作品，到今仔日已经发现将近140件。陈澄波基金会投入人力长时间，要来小解迄段历史无讲的故事。为白纸黑字一个名，这么简单的信息，是要安怎找出这个人的故事？当初是我自开始我摕到伊的资料的时阵，敢若伊的名，甲200-300黑的白的图，有一个基因，我伫网络顶管看到伊的一个祖孙，甲因阿公的作品铺伫咧因的 Facebook 顶管。我都去跟伊联络。1968之后，他的日记里面完全就是呈现都是他在绘画上面的心得跟作品。画面中这位就是要入选台典甲府典李春成画家的查某孙李梅莹。李春成因为参与政治活动，惊拖累亲人，家己去日本生活。李梅莹虽然无甲阿公见过面，但是这个画作参日记，就是认捌阿公上好的方式。阮阿公走去日本了后，就完全拢无消无息啊。所以我就想讲，拢无人知影阮阿公，我是毋是真在要练书？我若整理有一仔心得，我就得写在顶头。我的心内感觉讲，终于有人想要关注阮阿公的画作，想讲伊伫台湾内拢无消无息。这北桃园高歌就是李春成1934年入选第8回台典的作品，画的是故乡桃园的景色。当初李春成只留一个名伫台湾，家在后代子孙用心保存，要将李春成的故事找回来。一个历史无法度互人暗藏，除非你家己要甲放袂记。即马台湾都行伫这个关键时刻。咱家己若无要赶紧过来了解遐个代志，迄个历史自然就会无去。台湾有侪艺术家前辈，可能因为当年大环境的因素，不得已暗砍新婚过节。即阵台湾开始注重艺术史的重建，也当咧甲时间比赛，要找出这一个一个名字背后的人生故事。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过去台湾有丰富的艺术发展，却无艺术发展历史。即阵除了将过去抗白历史找倒转来，也得了解当代的艺术发展。接下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位当代艺术家陈胜文，运用刺绣的传统工艺来创作，主题结合台湾特有生物、环境生态等等的议题，用作品讲出对台湾这片土地关怀。台湾特有种金丝蛇、大弯喙、也有俗称汉字仔鸟的黄胸素眉，拢是艺术家陈胜文一针一线，搁结合废弃物切出来作品。因为本身介意大自然生态，伊用创作讲出对土地关怀。我自己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是在透过这样子的针线去缝合、去修补我们人跟自然之间的关系。我自己在山上，透过每一次的呼吸，每一个稳定的脚步，也好像是把我自己缝在山林里面的那个感觉。陈胜文讲，每一摆去山顶，踏伫土地骹步，就亲像是天地布面的一针一线。
将伊的行动方式表现伫作品。陈胜文毋是科班出身，过去的学习过程无定定接触台湾艺术史，但是伊灵活运用，将学到的技巧转化做家己看到的台湾模样。我自己觉得我在创作上，因为使用了大量的异材质，那这个异材质就跟达达其实蛮接近的。达达他们的那个异材质，其实本身每一个异材质，它本身后面的故事寓意其实很多。对，我把这样子的异材质从山上捡下来或海边捡到的异材质带到我的作品里面的时候，它同时也是把它在山林里面、在海边吸收到的那样子的故事内容浓缩在他自己的形体里面了。掀开一块搁一块落架，内底拢是陈胜文捡来的创作材料。外行人看起来敢若本色，陈胜文看到的是废弃物背后发生的环境故事。身为台湾当代艺术家，伊当咧创作的这条路打拼。艺术界这几冬正重视重建台湾史，陈胜文也有家己的看法。我现在印象中的台湾的艺术发展，其实比较像是殖民史。比如说从之前日治啊，然后到国民政府啊，这一些政府的殖民统治的状态，我们的艺术发展其实是会深受政治的现况而被影响的。对，然后在政治的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甚至是不自由的情况下，它很难发展出一个所谓的很健康的艺术环境。我们更多关注的方向比较像是他们在那样子的政治环境底下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对，而不是真的是透过他的创作技法或是他整个的创作脉络下去讨论的。无健康的艺术环境，就无健全的发展经脉。除了找找过去的历史，陈胜文也表示，台湾当代艺术家其实充满多元性，也用作品表现出对台湾的认同，要和台湾这块土地做伙成长。当代艺术的发展也需要时间累积底底，相信未来越头看，一定会看到这阵所创造的台湾价值。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台湾有侪珍贵的传统艺术，要如何甲现代交流，保留传统精神，同时结合创新，来看到台湾、日本下国制作的歌戏《阿波兰》，邀请日本艺术家担任导演，南部三大歌戏团的联合演出。为舞台、服装以及制作团队，拢是来自无同领域、无同世代的组合，互人看到传统歌戏的多元面貌。花蕊无论看几摆，轿子乌那像西来，世间上水通人爱，阿波罗女的蝴蝶来。由日本艺术家柳美和担任导演的歌戏《阿波兰》，演出人会商业化，人类追求水的一点。南部歌戏三大天王、三小天王难得共台，就爱互相调整节奏，适应全开放的舞台。因为每一团拢无同款演出的方式，所以大家一直磨合，搁再磨合，甲一个全部拢统一的点。阮是用为舞影的方式，就是伊即摆外口规个广场落去做，包括伊的花道，也搁有伊的舞台呈现方式，变成你毋能顾着头前的观众，咱该顾着后壁的观众。剧情使人反思，服装音乐求新求卡，所伫科大学生办的复制兰花，伫舞台顶也真声人目。复制情歌，复制情歌，阿波罗啊，全世界拢在等你啊！其实是包含元素来组成的。对，因为编舞的老师伊的编舞的风格是现代舞的舞蹈，对，所以阮伫学这个动作的时阵，拢是现代的风格。也毋过伊的意境甲这个歌戏的意境是嘛是讲足配合安尼。歌戏拄着当代艺术文明化议题，
若无冲突，颠倒互相交流，用歌戏的根和传统戏剧生根发酵。连日本的导演伊就欣赏歌戏，所以阮看这个上界重要的，并毋是要甲阮的根放掉，就是希望讲用阮的根去生根发酵，去甲别个物件合作。歌戏其实足新，因为伊一定无一个规则，一定会学别个物件。伊咧提取别的戏剧的长处。台湾的朋友，你也要看歌戏，也是你是少年人的时候，你先莫去想讲歌戏我可能看袂，迄是阿嬷因咧看的。其实歌戏足新、足简单。歌戏伫台湾传唱百外冬，故根本行新路是未来的局势。阿波兰也为歌戏踏出新创的一大步，当代技术说出传统戏剧的美丽。记者杨淑静、谢桂林高雄报道。你若干那传承没有创新，迄是过去嘛？你等于就是不孝子孙。你个那你的祖，你就讲等那像干那讲咱的祖先足够吼，你刚才讲伊足够吼，但是安尼是无够的，就是说你若干传承没有创新，迄是过去，迄就是死去的代志。如果只有创新没有传承，迄是空的。欢迎回来，代志挂大条。台湾虽然是一个正少年的国家，但是有丰富多元的文化。台湾过去的艺术发展，因为政治因素甲大环境的影响，有一段时间的记录出现空白。但这几冬，政府甲民间拢为着重建台湾艺术史，世界在走动。今仔日的来宾邀请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林万丽，董事长欢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咱讲到最近大家定咧讨论台湾艺术的大时代，就是黄土水的甘露水，也佮有咱2020年底即个少女的即个雕像的展出。其实即两件作品拢是董事长甲团队做伙去找出来。是啊。即两个行动敢是算是民间家己发起的？应该是官民合作啦吼。嘿，迄个不朽的青春的即个展览嘛是吼，就是即个严娟英老师的团队吼，就是讲，阮伫即个台湾美术史的研究的即个领域内面吼，嘛是会当讲是真长的时间嘛吼，大家也非常了解台湾的即个各方面的因素吼，所以美术史伊最主要伊是有作品的问题嘛吼，这作品就是拢含时间伫赛跑的吼，就是讲作品会愈来愈歹，伊若毋是一个足好的环境，也是讲。譬如讲，咱的即个前辈画家、近代美术这个部分，若是即个画家的第二代、第三代，即嘛，尤其第二代嘛，拢8、90岁啊，吼，所以伊嘛无法度通去继续这个代志，吼，所以有即个急迫感啦，吼，所以伫即个不朽的青春的时候，严老师这个团队就甲我讲，吼，因想讲要来走总这个代志，吼，我当然是全力甲因支持嘛，吼，所以伫即个过程，咱也确实是找出足侪，吼，迄个。就是讲，足久无看电视的作品啦，因为即个展览引起足侪人的关心嘛，互我足有感觉就对啦吼。因为我伫即个领域嘛工作足久啊嘛吼，台湾美术史的研究甲策展嘛是会当讲是那真重要的工作之一安尼。可是这几十年来，台湾美术史的研究也是点当会当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吼，会当讲少女的这个不朽的青春算是第一摆安尼。所以迄阵我就想讲。应该是，就是这是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啦吼，就是希望会当继续。董事长讲，你感觉即马这个时机是上好的时机，对，就是咱来推出咱所谓艺术展，包括美术展这个中建计划，是因为这摆展览，互咱台湾民众有注意到这件代志嘛？即马这个气氛吼，就是大家对家己的文化有较有重视吼，个对家己的文化有一个荣誉感啦吼。因为较早咱的台湾就是拢轻视咱家己的物件吼，某种程度然后这当然是某一种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嘛吼，怎啊慢慢啊，大家愈来愈珍惜愈重视，讲咱有咱的文化，咱的文化其实嘛有咱的特色吼，咱大家应该嘛引以为傲安尼就对所以伫迄个不朽的青春的时候，我就感觉吼，群众有一款急迫感的对，感觉讲足想要知影，原来后壁故事遮济，原来咱的文化遮丰富吼，原来遮艺术家的即个人生，也是迄个时代吼，大家足迫切想要了解遮个代志。拄好今年个2021年嘛吼，拄是
1921年文化协会成立的拄啊100档吼。啊，其实我是伫即个不朽的青春的时阵嘛，有感受到，不管是群众的欢迎也好，还是讲伫策展的过程内面，他们老师们吼，他们逐个研究者伫讨论的过程，是咱还叫做不朽的青春，就是感觉讲，迄个时代的年轻人、少年人，其实因拢做少年，拢20-30岁尔，做少年，但是做少年的伫迄个时代，因的抛头颅、洒热血吼，安尼对艺术全力的付出吼，对家己的文化安尼会投入安尼吼啊，会当讲伫迄个日本殖民的时代，佮足有台湾意识的，足有主体性的，想要表现咱家己的独特性的，这项代志，我感觉足不可思议的就对啦吼，感觉讲这是足特别、足珍贵的代志啊！怎么经过100档，啊怎么佮感觉台湾佮遮有活力吼，大家对家己的文化更加珍惜。啊，今年拄啊100档，佮拄啊是文学100档啊，所以就想讲安尼吼，咱会好时机，咱会使继续。所以这个光的展览的更较复杂、更较厚实啦吼，一个非常迄落的展览啦。佮讲倒来，咱一个台湾的艺术历史的发展来讲啊，是啥物款的作品，还是讲啥物款的人，咱会纳入这个台湾艺术史内底咧？近代美术的这个发展吼，当然就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啦吼。当然，迄个以前嘛是有对中国来的这个水墨书画的这款的物件吼但是伫迄个近代化的过程内面，受到西方的影响，就有水彩啊、素描啊，包括油画啊、雕刻这款的新的美彩的表现安尼吼。迄个时代的少年人，我相信毋是干那台湾人，包括日本人，包括全世界拢共款，就是艺术这项物件、文化这个物件，最主要还是爱有家己的主体性啦。吼，因为你并毋是讲我有一个技术，我会当做出真水真好的物件，我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其实艺术上较重要，除了形式的问题以后，还有内容的问题。就是内容，就是你到底要表现啥物，你的精神是啥物，你的生命是啥物。所以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创作者伊就是要安怎去表现伊家己伊的认同，伊对文化认同伊出生伫这土地，伊所感受到的伊要表达出来的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迄才是这个作品的上介重要的精髓啦。伫日本时代是咱算台湾美术发展要起步的时阵，咧兴的时阵，所以咱敢有定义讲，咱台湾的艺术史伊的时代，咱会为当时略较偌进前，近代的甲什么时阵安尼咧？叫较偌进前来看台湾的历史偌久嘛吼，当然你若要搁头前像迄个。台东的迄个什么长滨文化，迄当然旧石器时代啦吼。咱讲咱台湾的咱的这个南岛语系迄是新石器时代这个影响，这嘛是咱原住民和咱台湾，这嘛是台湾文化一部分啦吼。这个都是我们你讲的吼，毋是讲干那近代美术这个部分，这拢总你若要按头前讲起，迄嘛是拢咱的文化一部分嘿。过来明治时期，过来清领时期，过来日本时代吼，这每一个时期其实都有咱的文化的内容伫啦，迄嘛是构成咱今日台湾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的最珍贵的一个所在。嘿，对我来讲，文化是越包容、越丰富，伊愈伟大的对啦。嘿，伊若伤过窄，敢若一条线，迄个无形式吼。台湾就是咱台湾最特别的所在，就是因为咱的地理环境、咱历史环境，咱会当吸收足侪无共款的文化入来咱内面，不管是含东南亚遮所有的遮岛屿的关系，佮包括讲，你讲明郑时期、清领时期嘛，是足侪汉文化、中国的文化来到咱台湾。日本时代，咱透过日本，咱可以接受到西方的无共款的文化，包括日本的文化。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的这段时间，现代到当代这个部分，咱嘛全世界拢有受到足侪文化的影响。台湾的真深刻的所在，就是咱就是甲遮个无共款的文化，拢甲吸收来以后，甲变做咱家己的物件，对对。咱嘛是有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显出咱家己独特性的面貌出来。但是台湾的独特性的面貌，在我来看，就是咱文化的独特，就是咱的多样性啦，多样性。未来咧，咱若是讲要建构咱完整的台湾艺术发展，像咱头才讲的，对台东的这个石器时代开始，可能嘛是。拢是咱台湾一部分的物件。迄当然啊，迄当然，这文化这个物件，当然就是源远流长嘛吼。当然，咱即摆咧处理的是咱的台湾近代美术史这块吼，这块嘛是足重要，因为这块是台湾的近代化的过程内面的一个pioneer，就是一个开端嘛吼。所以因的意义嘛非常的重大的对啦吼。再讲就是讲。
这个时代的作品到即马拢差不多100档以上左右安尼吼，所以对咱来讲，伊嘛是需要保存的对。你若无甲，尤其是像即款的美术作品，你若无甲伊保存得好，伊就会损害的程度速度拢对，伊就会损害嘛吼，就是它会劣化吼，会迄落安尼。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爱去拍拼去做的吼，毋是讲甲伊保存起来就好，你爱甲伊策展，像咱即马做即款展览策展。吼啊，互足侪人愿意来看，啊看了会感动。那愈侪人行入来咱的美术馆来了解咱遮的作品以外，无伫卡伊伫厝内底会晓着家己以前阿祖还是阿公的作品，无伫卡嘛是迄个时代一个创作。咱敢有一个管道是会使讲，家己的作品提出来，还是讲咱要安怎来鼓励咱的后代、甲咱的收藏家，将伊手头有的作品，可能像头遮咱董事长讲的，若是有想法、有机会的话，展出来，互较侪人了解。这就是文化教育嘛，吼啊，文化教育内面又有一个就是文化资产保存的这个部分，嘿。啊，其实我就是你讲文化资产保存这项代志，毋是美术馆、博物馆的代志，是恁兜的代志对啦，吼，人人有责啦，嘿，啊，这款的嘛是一个，因为较早咱台湾就是对家己的文化无重视的时阵，咱袂去珍惜嘛，袂去保存嘛，啊，咱的莫讲一本册，莫讲一个文物，啊，一间厝嘛甲卡卡遐卡去对无？啊，所以恁兜家己有啥物物件，你看过，这是阮阿祖的相片，啊是讲啊，这是啥物人留落来的物件吼啊。真保惜吼啊要安怎甲保惜？当然这就是有牵涉到保存的代志，这嘛专业哦吼。就是讲你，譬如讲你照片要安怎保存，你的油画要安怎修复吼，还是讲你的家具要安怎修复，这拢有伊的专业伫内面安尼。嘿，啊，若讲每一个人拢有这个观念，伊当然无一定伊家己就有这个保存的能力啦，但是伊若有这个观念，伊就会珍惜嘛，啊，伊就会去想办法来甲伊。保存起来安尼，吓。其实咱的美术馆、博物馆咧展览的时阵上重要，可能甲民众爱有互动，爱有对话，安尼咱的作品的即件价值才有法度搁传落去，就是现在搁行向未来，袂停留伫过去。所以像咱台湾的文化，董事长看咱要安怎做，才有法度来展现咱家己的文化价值的。不断的传承，爱不断的创新嘛。你若干那传承没有创新，啊，迄是过去嘛。你等于就是。不孝子孙，你个那你的祖，你就讲，等那像迄干那讲咱的祖先足够吼，你干那讲伊足够吼，但是安尼是无够的，就是说你若干传承没有创新，迄是过去，迄就是死去的代志。啊，如果只有创新没有传承，迄是空的哦。因为其实传承这个物件是咱足好的，哦，像咱今日看到这也好，遮济咱的文化资产，迄就是拢咱的传承嘛，迄拢是咱的养分嘛。讲到传统甲创新，其实林万的董事长，咱最近有一个台湾闹的计划，一个歌戏，其实嘛是有即个手法的融合。除了咱的舞台真新，咱的演员，也有咱的制作团队，其实嘛是下世代、下领域的。台湾闹是一个咱当代的一个艺术计划啦吼，啊，伊不只是一个当代艺术计划，伊阁是跨国的一个艺术计划吼，啊，最主要是含日本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艺术计划，就是咱讲共治共创的一个艺术计划安尼吼。啊，这个艺术计划嘛是咧文化交流啦吼，啊，所以咱即摆的做法就是共治共创的对，就是咱要做朋友，毋是凊彩交交的尔，咱就是真正牵手做朋友吼。啊，互相了解，互相做伙合作吼。啊，上好会当搁谈恋爱、结婚生囝嘛，真好安尼吼，就是真正彼此会当互相交融吼，啊，并且是互相真正了解的朋友，真正会当尊重的朋友。我感觉即款的文化交流，搁较有意思吼。啊，所以你即道讲的即个台湾闹吼，其实伊是一个足大的艺术计划。啊，毋过今日无时间讲遐济啦吼，但是你上尾要讲即个咱的压轴的。即个台日共创的即个新创歌仔戏《阿婆兰》，对我来讲，伊上个有趣味的所在，就是伊用台语唱歌嘛，吼，伊是台语吼，而且伊的迄个其实歌仔戏的台语，伫唱迄个曲调歌，迄个歌词的时阵是文雅的，就是非常水的语言啦吼。但是我要互人了解这个物件的时阵，我一定要有手法啦。吼，我袂当讲哦啊，阮台湾歌艺就是安尼，恁大家拢来甲我喜欢，安尼当嘛是袂当迄个，所以我着和日本人合作。导演是日本人，啊，伊对台湾足有感情，所以伊用即个阿婆兰即个故事，是咧讲即个台湾原生种的即个阿婆兰。其实伊嘛是咧讲文化的多元性的重要性，就是咱来尊重。但是伊迄个故事写出来，要做歌戏，伊嘛袂晓做啊，因为伊就毋是歌戏的专家，所以我着找咱歌戏的专家吼，譬如说。
这个友辉老师啊，吼，还是周以谦老师，因这台湾歌仔戏足厉害的人来合作安尼，吼啊，所以这个合作就合起来以后，就变做加成作用的对。就讲你若甲大家优点都夹做伙，安尼个优点就变做足大的优点嘛，吼啊，所以这个合作的过程是足精彩吼，虽然嘛真辛苦，啊，但是真有价值安尼，所以阿婆兰的演出算是一个袂歹的成果啦吼。当然这是一个开始尔，但是算是袂歹的成果。我会感觉讲，其实这就是因为甲无共款的物件结合做伙，啊，无共款结合做伙，毋是甲伊斗做伙尔，吼，整合是一项足困难的工课，啊，足有创意吼，而且你的执行能力要足强，而且你要把它恰到好处的把它。有的物件可能爱念掉，有的物件爱加入。嘿啊，那物件后面到做伙较会更较好吼，这是整合足大的学问啦吼。所以我是感觉对咱的传统歌仔戏来讲，嘛是一个真好的刺激啦吼。表演者也是创作者，因嘛有刺激，嘛有感动。嘿，所以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无啥共款。因为我感觉这出戏就是咱台湾传统文化一个，你讲新的表现足好的一个结果，互大家看到。今日嘛非常感谢林万丽董事长的分享。谢谢，多谢主持人，啊，多谢各位观众的欣赏，多谢。以上就是这礼拜代志大大条，咱后礼拜再会。我是大学联考的最后一届，当时的话，台湾史是不列入考题里面的。但是我从小的时候，阿公会跟我讲他在台北还有在基隆工作的时候被空袭的故事。我们正式开始就是做这个题目的时候，那我其实会惊讶的发现，就是包含可能是设计师或者是影像团队，他们对于这段历史不是陌生，就是认为是那个日本轰炸台湾。